強積金對沖機制會喺2025年5月1日正式取消。呢個改動會影響全港僱主同埋僱員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了解新安排。強積金對沖簡單嚟講，就係容許僱主用自己供嗰部分強積金，包括強制同自願供款，去抵消要支付嘅遣散費或者係長期服務金，咁樣變相令僱員退休儲蓄縮水。政府決定取消呢個機制，等僱員可以攞足自己嘅強積金。對於2025年5月1日之後入職嘅員工，僱主供款完全唔可以用嚟對沖，遣散費同長期服務金要全額支付。如果係現職員工，轉制日前嘅年資仍然可以對沖，但係按轉制日嘅工資凍結計算，而轉制日後嘅年資唔可以再對沖，僱主要額外支付。同時，政府推出長達25年嘅資助計劃，幫僱主進行過渡，總資助額超過330億。僱主只要透過相關網站申請，就可以拎到資助。取消對沖之後，僱員退休嘅時候，整體權益會增加。如果僱主破產冇錢賠，僱員仲可以申請破欠基金攞特惠款項，保障自己權益。僱主記住保存員工嘅工資記錄，特別係轉制日前12個月嘅資料，方便將來計數。唔好諗住炒咗再請可以慳錢，因為申請嘅員工反而會令遣散費成本更高。取消強積金對沖係香港退休保障一大進步。雖然僱主短期可能要調整財務安排，但長遠對僱員同社會都有好處。如果想知更多詳細嘅安排，可以到美聯工商鋪網頁。